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差遣谁。5月4号主日礼拜，我们在嘉义中会土库教会分享信息的主题呢，牧师用你是谁。牧师是引用了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遇见主的灵。其实我们应该是说他被主的灵给光照，后来他领受了呼召，过程当中保罗问了一句话，你是谁？耶稣基督就回答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主。但是这个被光照失去基本的维生能力或是生存能力的保罗，他思考的可能不只是你是谁，他也在问我是谁，我在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。耶稣就呼召他，并且说有人会告诉他将来要做的事情。主要差遣谁？有谁可以去为他说话，传扬福音呢？上帝在每个世代都会呼召仆人来服侍他，成为他的使者。先知以赛亚也在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提到他所领受的呼召。乌西雅王逝世的那一年，我见到了主，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长袍覆盖了整个圣殿，在他周围有天使沙拉佛侍立，每一个都有6个翅膀，2个遮脸，2个遮体，2个飞翔，他们彼此呼应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他们呼喊的声音震动了圣殿的地基，圣殿里充满了烟雾。我说我完了，我惨了，因为我嘴里的每一句话都不洁净，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一样不洁净。况且我还亲眼看见了君主、上主、万军的统帅。于是有一个6翼天使向我飞来，拿着一把火钳，夹住祭坛上燃烧着的炭。他把那炭碰到我的嘴唇，说，这块红炭碰到你的嘴唇，你的过犯都消除了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于是我听到主说，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替我传话呢？我回答说，我去，请差遣我。谁可以被差遣？谁愿意被主所差遣？同样的，我们也看见了新约福音书记载彼得以及朋友们的所受的呼召。耶稣基督并没有问谁可以受差遣。虽然彼得在捕获满载渔获之后，他就说，请离开我，我是有罪的人。但是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，耶稣就强烈的呼召他，告诉他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这样说道，有一次耶稣站在格尼撒的湖边，人群涌上来，要听他宣讲上帝的话。他看见2条船停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已经离开船，正在岸上洗网。耶稣上了西门的那一条船，吩咐西门把船稍微划开。耶稣坐下来，从船上教导群众。
讲完后，他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，然后你跟你的伙伴撒网打鱼。”西门就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整夜辛劳，什么都没有打着。但是你既然这么说，我就撒网吧。”于是他们撒网，捕到了一大群的鱼，渔网差一点就破掉了。他们打手势招呼另外一条船的伙伴过来帮忙。他们来把渔船装满了2条船，船几乎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这情形，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请你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其他伙伴对打到了这一大网的鱼都很惊讶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同样的惊讶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就把船靠岸，就撇下一切，跟从了耶稣。今日我们是否领受主的恩典，经历了主奇妙的作为，也听到他呼召的声音：“我可以差遣谁？”别忘记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。诗篇121篇：我举目观望群山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我的帮助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会让你跌倒，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。看啊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他在你的身边庇护你。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，他要保守你的生命，你进你出，上主都要保护你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感谢主耶稣赏赐恩典，并呼召我成为主仆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传播者。求主使用我，差遣我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